这学期要结束咯，学生啊特别热闹咯。云林口湖的顶湖国小全校才65个人，今年营养午餐的经费阁剩4万多块，所以就派热闹进前来帮大家加菜。囡仔选出讲，因常常要食的物件有披萨、炸鸡、素食套餐哦，所以学校就连续4天帮大家加菜。食饭时间一到，拄刚杀到平时较少食到的披萨，要有学生当做营养午餐来加菜。这学期就要结束。为在云林口湖顶湖国小，利用今年营养午餐的盈余4万多块，由学生家己票选加菜项目，包括披萨、炸鸡等等，要在这学期最后4天来加菜。有蛋挞有带回去，其他都在这边吃了。哦，啊，你妈妈、爸爸有说什么吗？爸爸说也中午要来我们学校吃。小朋友比较少接触到一些比较高级或是外面的食材，所以我们说啊，不然我们就从大都市啊，我们这边大都市北港，然后买一些素食啊，让小朋友就跟平常吃的不一样。这样。校方表示，因为学校位置较偏远，学生平时就真少机会食到都会区的美食。但5年学期结束进前，大概只会等候学生加菜1天。今年碰上学校60周年的校庆，加上家庭会支持，或者学期会当连续加菜4天。有时候小朋友就会想说，我午餐吃了，我想要带回去啊。然后妈妈看到，你怎么学校发这个？那么就，这样妈妈今天晚上都不用煮了。校就讲，校平时营养午餐有3菜1汤1主食，其中文管府补助7.1块，教育部午餐的进前计划挹注62块，各其他企业等单位的登记帮忙，学全校师生教职员，这65人的偏乡小校，会当在学期结束进前，食到无同款的加菜，继续用为你报道。